每月生肖運程：農曆2月，西曆2026年3月5日至4月5日。本月仍然是貴人舒服得財月，犯太歲的你來到此月，不論人緣運或財運，仍然是不錯的。加上本月又是肖馬的桃花月，本年的桃花月自身的人緣運及整體社會氣氛都是良好的。如單身的你，在去年的桃花年未能開展新感情，在這個桃花月仍然可以努力，看看能否在犯太歲月來臨之前開展一段新感情。本月仍然是思想學習投資月，有意在今年作新投資，又或者是進修學習，本月是開始實行或進行前期諮詢的合適時機。若不打算在本年進修學習，亦沒有新投資，便可在本月計劃一下清明及復活節假期好去處，多做資料收集，也能增加旅遊樂趣。如果參加旅行團還好，自由行旅客若選錯酒店，將會影響整個假期的心情與樂趣。本月為肖陽的雙合月，本年的桃花月，感情運是穩定而良好的。本月仍然為辛苦個人力量得財月，工作量依然較大，且本月是本年的桃花月，肖猴的暗合月，易得貴人暗中輔助，人緣運也是良好的，這都能讓你可以全力以赴應付忙碌工作，而無需分神去提防是非。收入穩定的上班一族，即使收入不會因工作量上升而增加，但能在平和良好的環境下工作，心情總是輕鬆愉快的。由本月為肖猴的暗合月，感情運是穩定的。為本月是本年的桃花月，單身的你可以多些外出碰碰機會，看看能否成為本年桃花生肖的桃花，因而能夠開展一段新感情。本月仍然是辛苦個人力量得財月，又是肖雞的雙衝月，除了自身是非可能會較多，亦要慎防傾跌損傷。為本月是本年的桃花月，整體社會氣氛平和而良好，這間接對你亦有幫助。反正本月工作量較大，不如減少商業上的應酬，努力埋首工作，盡量爭取更佳成績，這必然可以為你避免不少是非。本月為肖雞的雙衝月，每年來到此月都要提醒你避免爭吵嗌交。為本年你是桃花生肖，在此月應該不會掀起軒然大波，最多只是雙方有小爭執。本月仍然是思想學習投資月，也是肖狗的桃花月，人緣運比上月更佳。不論對想作新投資或進修學習的你，都能起到正面幫助，過程中不難獲得他人的樂意幫忙。單身者若在去年未能如願脫離單身，本月仍然可以努力，多約朋友外出，盡量多接觸陌生人，看看能否在這個桃花年如氣的月份，讓你碰上心儀對象。本月仍然是貴人舒服懶月，又是肖豬的三合月，情況與上月差不多。上班一族仍然可以輕鬆地面對工作，公餘還有時間去籌備下月的復活節假期活動。從商自僱的你也不用急在一時，一年之中總會有些時間較忙碌，有些時間較清閒。如果本月工作不太忙碌，不如多與客戶聯繫聊天，相信在這三合月所得反應都是良好的，亦能夠對今年的事業運起到正面作用。本月是肖豬的三合月，又是本年的桃花月，自身感情運良好，整體氣氛亦是平和的，故你兩邊能相處愉快。